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真好食。我是主持人阿义的。今仔日这集，拜托你莫巴肚枵的时阵来听，因为我家己已经食物感动甲要笑伊啊啦。我是主持人阿红，阿义对家己老公倒来以后，有个人感觉怪怪，一边转过一边看以后，惊死了。我是阿义。好啦，你到底想要食啥物？直接讲。我食的毋是食物啦，我食到的是大煲砂锅鱼头。我倒去厝的时阵，拢伫涂骹咧看鱼头，你哪会遐尔好食？听起来就讲听众朋友，我甲你讲，迄鱼头金黄啊金黄，啊搁会油安尼，啊搁酥酥脆脆，迄香味你闻着，就会掠着你的三魂七魄。你脚是要往头前行，你闻着香味，你就会走过来啊，就为着要搁闻一下。那有啥？白菜豆腐，啊搁有菇仔、蛋粉啊，规个鼎敢若咧开 party 咧，规个鼎内底咕噜咕噜咧煮，咧声敢若人咧讲话，来来食我，你毋食我会生气哦。我觉那汤头诶，毋是讲迄边汤头足强。强，那不是强我啉落第一喙规个头脑拢会光光闪闪，啊第二喙敢若用插电来共款，第三喙我真正无甲你骗，迄祖先拢会走出来讲，囡仔，你真正知影啥物叫做幸福啊祖先嘛，对啊，祖先拢会走来讲赞呢，迄鱼头，迄有鱼的芳，嘛有青菜的甜，啊搁有囝仔的温暖，啉落去规个味拢温暖扑咧，你会感觉讲你的人生的烦恼拢毋重要啊。你讲的我拢晓啊。啊袂完嘞，你食完就结束咯？无啦，迄砂锅鱼头会伫你的心内卡牢咧，每2点钟你就会想到迄鱼头，迄香味。反正我一工爱啉10杯水呢，我就是惊我家己搁出去食鼎。你需要冷静一下，所以你想早去。当然咯，我即摆我的巴肚还咧抗议，紧带我去大埔。我甲你讲，迄巴肚咕噜咕噜的摇的时阵，我拢听有即摆咧讲话呢。你的巴肚我好啦，听起来，阮教你一定爱去治疗。无毋对，听众朋友，恁若想要体验讲，做太太做拢出来甲你点头，迄种幸福，大锅砂锅鱼头，你一定爱来一届。大家后礼拜再见，进攻了。